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你收看《天山人谈真相》节目，我是Ferhat Kurban Tanrı Dağlı。Tanrı Dağlı是我的姓，在包括土耳其语、维吾尔语、乌兹别克语等突厥语里的意思是天山人或者是天山之子的意思。由此，我们的节目也叫做天山人谈真相。今天我们的话题是7.5事件图片上面的秘密。今天7月5日，也就是2009年7月5日，发生在东突厥斯坦首都乌鲁木齐的血腥冲突和中共趁机对维吾尔族人进行大规模种族大屠杀的11周年纪念日。有关该事件的经过已经有了很多文章和资料，因此我就不再重复。今天我从几张图片上面的细节来揭发当时的一些真相。在谈到7.5大屠杀时，大家都会看到一些已经成为象征的几张图片，主要有那个扶着拐杖冲向坦克的维吾尔族老年妇女，穿上蓝 T 恤冲向共军的维吾尔族年轻女孩和抱着小孩子的妇女们。在仔细查看这些照片时，有2点引起疑问。第一点，照片中全部是老少妇女，没有一个男人。第二点，中共的安全部门也是很平静的在看着，没有干涉。这是为什么？原因是因为这些照片被拍照的7月6日的前一天，从晚上23点到次日凌晨6点之间，那些维吾尔男人，也就是这些女人们的丈夫，一些老太太的儿子，一些女孩子们的父亲，全部被杀光或扔进了地牢。中共安全部队平静的原因是在场的200多名记者。这些照片被拍照之前发生了什么？是谁拍摄的这些照片？拍照后发生了什么？2009年7月5日，一群维吾尔族大学生代表为了前一段时间在中国广东省一家工厂里有一些汉族人骚扰维吾尔女工而爆发的种族冲突中丧生的维吾尔人要求正义，而前往了乌鲁木齐的政府部门和人大办公楼。他们向当局传达了他们的要求，并平静地再返回他们在大学里的宿舍。大约在16点左右，先传出了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发生了暴乱的新闻，此后又传来了有关维吾尔人和汉人之间发生冲突的消息。奇怪的是，官方一直没有干涉这个案件。同时，近100多名汉族人和维吾尔人在冲突中丧生，一直到了晚上23点，才有警察和宪兵赶到现场，然后就封锁各个道路，周围立即被包围。然后是停电，互联网和电话等通讯线路也被切断，事件发生区域和外部的所有接触都被切断。之后，人们听到的是整夜不间断的枪声。首先，现场的所有维吾尔人都被杀死，然后在维吾尔人居住的地区，中共安全部队突袭了所有维吾尔人住宅，
连夜抓光了维族男人。7月6日，正式宣布宵禁，不准出门。在事发现场，属于维吾尔人族的尸体和受伤者立即从现场被带走，属于汉族人的尸体和被燃烧的汽车等特意被留在事发现场。与此同时，政府用专机从北京邀请了200多名中外记者，带到乌鲁木齐来参观赛马场所谓被暴徒杀害的汉族人尸体和被燃烧的店面、汽车等犯罪证据，并开始向新闻界成员解释这一血腥事件的场景。正在那时，周围房屋中的维吾尔族妇女走上街头，出来呐喊喊冤，向新闻界表达他们的声音。没有想到，这些维吾尔族妇女们被记者拍到。因为有200多名中外记者，所以武警那天也没有敢动。中共官员忽略了维吾尔妇女这一突如其来的行动，这样7·5事件的女英雄们的照片传到了外界，所以流传到国外的7·5照片全是妇女儿童，因为男人们要么被杀光，要么被抓完了。在记者们离开广场后，那些勇敢的维吾尔族妇女们所遭受的后果是可想而知。7月7日，当时的自治区书记王乐泉发布命令，煽动汉族人上街打杀维族人，身着便服的中共士兵手里拿着尖刺棍子，在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追踪维吾尔族。那天不知死了多少维吾尔人。本来是一场由大学生组织的要求正义的和平游行，既然被中共政府向人群里插入挑衅者，将其变成血腥冲突。各种迹象表明，中共以此为契机，企图把维吾尔族人向汉族人和全世界人民面前推崇为暴徒和恐怖分子。通过7·5事件，中共政府迈出了在东突厥斯坦种族灭绝的第一步，同时也为将汉族和世界人民对中国的种族灭绝罪保持沉默打下了基础。借此机会，我再次悼念7·5事件的烈士们，祈求真主赐给他们天堂。阿们。今天描述和揭发中共在东突厥斯坦的对维吾尔族人所进行的种族灭绝罪，也有了一个新的例子，那就是香港。因为中共在世界面前，在香港也在犯同样的罪名。今天香港人民和有正义感的汉族人民也应该衷心地感受到我们的苦难吧，也感受到我们的痛苦吧。希望在今后的斗争中，我们齐心协力，把我们的东突厥斯坦和香港独立运动一直进行到底。今天的节目到此为止，下一回的节目再见。